圣诞节期是阮第一摆来纪念主耶稣的死，阮真有你得到祝福的神圣的时刻。伫这个大港节讲要做伙伫教会内底来敬拜你，恳求你将一个宝贵的礼物，就是你家己所享受欢迎的源头，主耶稣放伫阮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内。阮的生命因主耶稣的美好美丽的同在，咱重新成着一个有活泼的快乐的基督徒。阮伫你的面前放心祈祷，恳求主你充满今仔日的礼拜，互今仔来到你圣殿敬拜你的人，拢有一份宝贵的礼物，由主耶稣基督称做阮的救主。阮伫你的面前将今仔日的礼拜，恭恭敬敬交托伫圣神的手，由圣神带领阮来敬拜主耶稣。阮来祈祷，我们所圣名。阿门。感谢主耶稣，每天都可以赐给拥有好心情，而且让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幸福的人。那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来敬拜主。
幸福天地，分分秒秒踩在云端里，好像幸福只存在童话故事里。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自从耶稣进入我的生命，心中眼睛被主爱开启，看见幸福的天地就在我心里。它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他并不是遥不可及，也不需要完美主义，它是真实而简单地活在主爱里。幸福是珍惜现在拥有的，感谢上帝供应。幸福是分享自己领受的，教别人的利益。幸福是相信圣经所写的，每句都是真理。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幸福是卸下重担给上帝，因他必看顾你。哈利路亚！感谢上帝赐给我们他的爱，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带给我安慰，也希望我能够领受到这份爱，也希望把这份爱传给更多的人。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唱《活出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
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有一份爱，有一份爱从天而来，比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中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山高比海深，测不透，摸不着，却看得见。因为有你，因为有我，甘心给，用心爱，把心中这一份爱活出来。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耶稣的爱激励我，敞开我的生命，让自己成为别人祝福。耶稣的爱点燃我心熊熊爱火，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我们一起向世界活出爱。现在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求主耶稣垂听我们的祷告。主耶稣，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因为你赐下生命，赐下唯一的救赎。我相信你是我唯一的上帝，唯一的盼望，唯一的医治。求主你帮助我们抵御一切的风浪和苦难，让我们平安，让我们能在你的殿中不断敬拜。祷告奉主名求，阿们。现在让我们用安静的心来唱这首《能不能》。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黯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我属于你，你是我永远的福分，
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定睛在你的荣美，世上一切变暗淡，除你以外，我还能有谁？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能不能就让我留在你的同在里？能不能赐我力量，让我更多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我哪都不想去，只想日夜在你殿中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献上敬拜，全心全意来爱你。现在让我们安静心，准备礼拜。这是咱最早起的礼拜，请奏乐。
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囝仔伫我内面的，也着学乐伊的圣名。我的心神啊，你着学乐耶和华，毋通袂记伫伊一切恩惠。这支蜡烛代表希望，我奉主耶稣的性命，领导这支蜡烛。三甲的吟圣诗91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请起立吟全首。圣囝耶稣对天降临，为咱世间有罪人，伊定得开声的来迎，阿罗相助真多咱人，哈利路亚。
徒，咱用使徒圣经做咱信仰告别。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囝，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毕业岛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落母。第三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搭坐伫全能的爸上帝大屏。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公道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搁活，永远活命。阿免，请坐。三甲来启应，启应文19篇，诗篇95篇，启应文第19篇。来啊，咱着耶和华唱歌。就来出欢喜的声。咱着到伊的面前感谢伊，用诗歌伊出欢喜的声。因为耶和华是大的上帝，是大的王，也对广总的上帝。山深的所在，待伫伊的手中；山原的山尖也属于伊。洋海属于伊，是伊创造的，也是伊的手所造成的。来啊，咱着各种敬拜。除了伫伊后花的面前，因为伊是咱的上帝。咱是伊养饲的百姓，是伊手下的羊。今日恁若听伊的声，就毋通硬恁的心。请咱三甲过来念圣诗152首。我来调见你，救赎我的主，请坐咧念全首。
三角来祈祷。感谢上帝，今仔日是抬杠节的第一个礼拜主日，阮用期待佮盼望的心来迎接主降生的日子。无论伫德堂、台湾、世界，拢用欢喜的心要来期待圣诞节的到来，互全世界拢充满平安喜乐。但是伫即个时阵，阮想起伫战争的国家，因的人民死亡、逃难、受苦，求主怜悯，也求主的大权能，互因的各方的领导者，互因会当放下仇恨、恩怨，坐落来讲一条会当和平的路，互人民会当过正常的生活。求主伫即个事的顶面做工，感谢上帝，祈祷感谢靠主的名，阿门。赞美，请圣乐队。
三甲来强守上帝的话，记载伫旧约以赛亚7章14节。旧约以赛亚7章14节。因为安尼，主本身要互恁一个条头，看有在色女要怀孕生囝，甲伊号名叫以马内利。咱搁看一位圣经新约。路加福音2章8节到15节。路加福音2章8节。迄所在有各样的住伫山里，眠是守见顾因的羊群。主的天使徛伫因的身边，主的阳光为雷照因。各样的大惊，天使甲因讲：无得惊，因我报恁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因为今仔日伫大必的城已经为恁生一个拯救者，就是主基督。恁要看见一个婴仔用布包困伫槽里，这个就是互恁做记号。忽然有侪侪天兵甲迄个天使三甲伫地，懊恼上帝讲：伫极悬的位阳光归伫上帝，地上和平伫伊所欢喜的人的中间。这个天使离开因，上天的时。各样的三甲讲：当咱来去伯利恒，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报咱知的。以上讲道，请欢庆美好的相遇，请郑牧师。所听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同心，搁一摆同心祈祷。至圣的主耶稣，你是阮人类的救主甲愿望。阮进入了这个信仰人生新的旅程。你是以马内利的上帝，你伫阮人生的每一个日子甲阮同行。特别伫廿子，你降生纪念的圣诞节，阮用太降节做阮的祈祷。每点一支蜡条，是阮心中一份真心的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求你通过今仔日的礼拜，将这个祈祷的愿望放伫每一个阮兄弟姊妹的心内，互阮用期待、用脚步，甲主耶稣你来相亲近，互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伫今年圣诞节有一份真特别的礼物，毋是干那阮的主日学的囡仔。有这个圣诞节的礼物，每一个对心中有欠缺、有需要、也有期待，阮的兄弟姊妹，愿主你听阮的祈祷，照阮的需要，将你的宝贝恩赐放伫阮的生命中。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廿子主耶稣，你来到阮中间，甲阮同在。阮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靠耶稣基督你的圣尊名求，阿门。今仔日。题目是咱的信仰的前辈，伫2000年来，来鼓励兄弟姊妹过圣诞节时，一个祈祷的声讲，主要所好今仔日的礼拜，特别是太降节，所有的人拢会当欢欢喜喜来甲你相见面。所听的姊妹，愿恁伫今仔日今年的圣诞节有一份真特别的礼物，就是主耶稣亲自听恁的祈祷，也应允咱伫祈祷中间所需要的。每一年的圣诞节，咱拢咧期待会当搁一摆甲主耶稣相亲近。伫欧洲、伫美国，已经真侪一个节期，特别的一个文化。所以伫西方的世界，因到圣诞节就亲像咱台湾人咧过29暝啊，甲即个新春。所以真侪出外的囡仔，因拢会利用即个节期，对真远的所在倒到因的厝，甲爸爸妈妈。做伙伫遐来亲近，这毋是一个习惯，嘛毋是伫一个文化的节期，
最重要过圣诞节就亲像咱咧守圣餐。主耶稣讲，恁着用安尼来纪念我。亲爱兄弟姊妹，咱每一个月拢有守圣餐。当咱捧着这个圣餐的杯，咱就记得耶稣的话讲，这就是我的身躯，为着恁拍破的，你着用安尼来纪念我。当咱捧迄个圣餐的杯咧啉的时，咱就想着主耶稣讲，这个杯就是我的血所设立的，就是新约，你着用安尼来纪念我。当年拢咧过圣诞节，有时咱若无深思、深深来思考，过这个圣诞节有当时会变做一个重担。教会真侪无用，所以伫无用的中间，无论是圣歌队，无论是牧师，拢会为着这所有的节目、所有这的事工，咧着磨的时，有当时因为着磨，所以心内有压力，失去了欢喜的心。亲爱兄弟姊妹，圣诞节毋是安尼。圣诞节应该是无论什么种的方式咧过圣诞节，应该拢是人甲主耶稣三千军欢喜的时刻。愿咱伫今年的礼拜节、圣诞节，咱伫主的面前，咱做伙来读圣诞节的故事。我要问兄弟姊妹，圣诞节所有的故事内底，你上爱是对一段？伫圣经中间有记载，真侪人甲主耶稣伫第一摆的圣诞节。就三见面，你上爱是对一个故事，对一个人，为什么？第二个问题，我要问兄弟姊妹讲，亲爱兄弟姊妹，你敢有你家己的圣诞节的故事？圣经的福音书咧讲，圣诞节是当时经历耶稣的人因所记载，无论是当的博士，无论是各样的人，无论是后来伫圣殿内底迄个生命。因拄着主耶稣了，因的生命有一个真的，以前是传说，但是后来因真正看到主耶稣了，因讲主啊，你通互我离开这个世间，因为我已经满足啊，因为我有看到主耶稣。所以，兄弟姊妹，甲耶稣三见面是一个真宝贝、属灵的经历。咱听真侪讲道，但是拢听讲。独独只有咱的内心真正甲耶稣三见面，这个主耶稣是一个以马内利的上帝，伊甲咱的人生同在的时，咱的信仰才会当真做活跳跳的信仰。所听的主日学的每一个老师，愿主的圣神踮伫恁的生命中间，因为将来恁有真侪时间要代替教会讲一个圣经的故事，或者囡仔听，咱需要。先入捌这个主耶稣，若无咱要安怎讲圣诞节的故事呢？愿咱就今仔这个礼拜，咱对一个2000年前的故事来做咱的祈祷，讲主啊，我嘛要听到好消息。这个故事是路加所写的福音书，其实路加并唔是头一日就来跟对耶稣的人，而且伊唔是所有的学生内底上早看到耶稣的人。但是，伊所有的对耶稣的认捌，拢是对听讲的。今仔这段的故事真合理，路加应该听到耶稣的妈妈所讲的故事。因为路加福音书对第1章开始就咧讲起一个妇人人怎样得到上帝的呼召。伊讲某一个婴仔对你的腹肚来出世，玛利亚得到这种的交托的时阵，伊顺服。所以，伊将这样事放伫伊的心内，后来直到伊的囝儿伫十字架顶悬钉死。所以，玛利亚是一个第一个儿子耶稣入伊的生命的人，也是流着目屎送伊的宝贝囝，成做上帝的救世主的一个妈妈。所以，当路加问耶稣的妈妈的时，耶稣的妈妈会将真侪新连新的这个生命的故事来讲给路加听。所以，路加听到这个天使的故事，就亲像今仔日咱咧做礼拜，咱是听故事，但是这个故事需要变做咱的故事，因为今仔圣经天使所讲的话，伊讲我要报你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兄弟姊妹，你有渴望你的人生中间有好消息临到吗？有幸福临到吗？伊讲这个消息是关于所有的人。这个祝福是每一个人拢有份，
原咱伫今仔日个礼拜，咱来听天使所讲的话。玛利亚会记得即句话，为什么玛利亚会听到？其实时空会错开，玛利亚其实毋是第一个听到即句话，是因为有一群人来甲伊看，伫伯利恒的马槽来看耶稣迄阵过洋的人。迄场的过洋的人讲，阮伫黑暗的旷野的内底，有天使出现，所以伊甲阮讲，恁爱去看一个红婴仔，伊的名叫做耶稣。所以即个牧者将这个代志甲玛利亚讲，玛利亚放伫伊的心内。迄句话讲，无你惊，我要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互百姓拢有份。百姓这两字，伫原文的意思，就是天下万国万族，所有的人，就是 every nation。就是讲，所有的每一个种族，无论黑皮肤、白皮肤，讲什么种腔口、骨骼的人，所有的人拢有份。愿咱今仔日听牧师甲师会，搁一摆读这段经文的时，兄弟姊妹，愿恁对心内有一个欢喜，讲主啊，我嘛要爱有。迄个过洋的人所得到的祝福，主啊，求你嘛将这个祝福来赏赐互我。愿咱伫今仔日通过恁家己心内讲阿门的事。天使圣神将这个对天人来的祝福，放伫咱的人生的中间，互每一个兄弟姊妹到咱一生的落尾。天使讲，我要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圣经讲，这就是福音。兄弟姊妹，伫你此时此刻你的情境中间，你感觉你上欠缺是什么？有时咱欠缺是恩望，有时咱欠缺的是有人疼惜咱，有时咱欠缺就是一份的信心。伫艰难的困苦的时阵，犹原有勇气、有信心，讲继续行落去，路就会平坦。所听的姊妹，咱今仔日所需要的是什么？甲主耶稣讲，伫基督的中间，这个主耶稣要进入咱的生命中间。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所听的姊妹，愿你伫心中看到主耶稣。咱若真正回想过去，咱一生对主耶稣的念经，其实兄弟姊妹，有时咱就会想到，古早一个故事，其实不是偶然。遐发生的代志，咱虽然无看到耶稣，但是所有的道路顶悬有引带、有帮赞、有鼓励、有扶持。虽然不是耶稣的面像，但是主耶稣通过各种的人、各种的情境来陪伴咱。咱的一生不是个偶然。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有关甲主耶稣讲，主耶稣今仔日牧师甲阮分享的题目，原来就是我所需要的祈祷。主啊，我信你久久，求你互我伫我的心内看到你。主耶稣互我的心内称做马槽，就是迄个伯利恒迄个马槽。主耶稣，你不但伫古早出世，你今仔日嘛降临伫我的生命中，你做我的朋友，你做我的救主，你正做我的帮助。拄着主耶稣的人，信仰活起来。以前咱所听的故事，有可能是父母甲咱讲的故事；以前咱所听的圣经的故事，可能是主日学老师所甲咱讲的故事。但是，愿今仔日的礼拜，竟然发出声音，祈祷每一个兄弟姊妹。愿主耶稣甲你讲：我来啊！我要永远甲你做伙，因为我的名叫做以马内利。马太福音讲，伊的名叫做以马内利。这句话是根据以赛亚今仔咱所读的这段圣经，以赛亚第7章14节。这是耶稣还未出世之前大概700年。以赛亚是一个先知，活伫耶稣还未降生的进前，伫一个苦难战乱的时阵，以赛亚的时代甲耶利米的时代，就亲像今仔日的耶路撒冷。以色列甲哈马斯是战甲乱七八糟。700年前，主耶稣降生进前，迄个时阵，以色列第一摆的亡国，就是巴比伦拍入来到耶路撒冷，吞达城墙毁坏，掠以色列人到巴比伦做奴隶。所以迄个时阵，就亲像今仔日中东地区有死失、有战争、有惊吓。但主耶稣讲，我是以马内利。
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上帝甲你三甲地底。迄个以马内利，迄个以，其实伫以色列人若头前一个以，读音叫做 L 就是神的意思。咱教会有真侪囡仔的名，拢带含有一个以，毋是以色列的以，是因为父母知影讲，我甲即个囡仔号名叫做以柔、以荣、以乐、以义。意思就是上帝要成做因的荣耀，上帝要带互因喜乐，上帝要成做因的良善。这就是父母的信心对囡仔的祝福。所以兄弟姊妹，我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每一个兄弟姊妹拢用心听，嘛回应圣经。也愿有一日，咱每一个兄弟姊妹，咱拢有咱个人的圣诞节的经历。你讲牧师敢有可能？兄弟有可能。你若相信这个主耶稣会活出来，对圣经的文字的记载活来到伫你的人生的中间，这个主耶稣就会活伫你的生命中间。咱的教会已经用1年的时间，带一个查经班，叫做耶稣的课堂。耶稣怎样咧讲伊的福音，已经到伫最后的坎站。一礼拜所讲的耶稣的福音，是一个互人甲上帝和好的福音。这是福音内底上重要。耶稣所讲的福音最重要，毋是新约基础，毋是摆脚爬起来行，青梅看见死人搁活尔。耶稣所讲的福音，其实上要紧就是亲像路加所记载迄个浪子回头。耶稣咧讲的浪子回头，是指世间所有咧超找人生道路的人，有一日伊要回到伊挚爱的老爸，就是天顶的上帝的厝。爸爸甲伊讲，回来就好。所以耶稣福音最重要，就是带咱倒来到上帝的身边，领受上帝的听。伊讲，我得罪天，得罪地，阿爸，我无资格做你的囝。但是迄老爸一句恳切的话都无。迄个老爸甲伊讲，我的囝失落，佮重新得到；死去，佮活起来，这是通欢喜的消息。所以圣诞节不但是一个祈祷的节期，圣诞节更加重要，就是互上帝的听充满伫咱的人生的中间，互咱的生命重新，亲像拉条有点就会倒。兄弟姊妹，拉条有点才会倒。所以兄弟姊妹，咱伫上帝的面前，咱甲上帝讲：主啊，赏赐我一支光明的灯，主你帮助我。这张相片就是搁落去。伫路加福音第4章的搁落第5章有一个人叫做西面。西面是犹太人中间一个过圣洁生活的老辈，伊常常出入伫耶路撒冷的圣殿，伫遐咧敬拜上帝。有一日圣神甲伊感动，讲：你去礼拜堂，你伫门口，你要看到一个红鞋啊！这个西面就去圣殿耶路撒冷的圣殿的外口，看到约瑟甲玛利亚抱迄个红鞋的时，伊马上就知影讲，这个就是救世主弥赛亚，伊今仔日来到犹太人的中间，因为圣神感动伊，所以西面就要求甲玛利亚讨讲，敢会当互我抱一个？玛利亚将耶稣这个鞋啊交互西面，西面伫迄个时阵讲一句话，讲主啊，我何等有福气，我会当看到你降世伫这个世间，所以西面抱伊伫伊的面前，伫伊行程的时阵，心内有一个足大的满足，讲主啊，死也无憾，死嘛无遗憾，因为我一生中间最大的幸福，就是我有机会抱着弥赛亚救世主。兄弟姊妹，这敢可遇不可求吗？兄弟姊妹，可遇可求，你相信吗？不是可遇不可求，是可遇可求。所以兄弟姊妹，认真追求，你就会得到。做一个基督徒，爱用心追求，伫祈祷的中间，主耶稣就要进入你的生命的中间，主耶稣要进入你的心灵，互你这个忧伤、有情绪、有无好的念头的情绪，会得到这个国外主耶稣以马内利，伊带来信心、盼望甲真爱。愿今仔日的礼拜，
鼓励兄弟姊妹，咱伫做面前讲，收拾我一个无怨无悔、无遗憾、无有欠缺，我的一生是一个100分，因为我看到主耶稣。西面讲，主啊，你通照你的话透放你的路目，互我安然得去到我天顶的祖家，因为我的目睭今仔日看见你的救恩。愿牧师为恁所引读的这段圣经，会当真侪恁伫心内较无讲。主啊，互我伫一生的年日，无论是70岁、80岁，互我经历着你救恩的快乐，互我经历着你救恩的快乐。愿我伫一生的中间，会当真侪一个有福气的人，甲上帝相拄，其实就是福音的祝福。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每一个兄弟姊妹，当你伫你家己个人的祈祷的时，不妨试看觅，无人甲你做伙时，你会当常常有一个动作，将你的手伸出来，轻轻放伫你的大腿，你甲主讲：主，今仔日我伸出双手来领受。主，你将天灵来的祝福收束给我，我嘛要将这个祝福提给我每一个好朋友。主啊，你所给我的祝福，袂因为我给人就失落，反倒当是当我给人的时阵，我才得到。你因牧师有一句话，伫这2礼拜讲无了，爱是给予的时候就有所得。所以当你的囡仔离开的时，你将你的爱给上帝，上帝会给你更多的安慰跟慈爱。所听的姊妹，听不是一直得到，听的奇妙就是当你将这个听给人的时候，你会发觉你愈来愈好业，因为在给予的当中便有所得。给人的时候，你就有所得到。兄弟姊妹，信心嘛是安尼，愿望嘛是安尼。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伸出双手，咱甲主耶稣所祷讲，主啊，互我经历着你。我虽然看袂到，但是我要用我的灵，用我的心来感受到你对我的疼。当咱若感受到主耶稣的疼时，咱的生命就要受改变。今仔日圣经对咱讲什么？伊讲要有一个记号，一个条头。咱若出去散步。看到天空是夕阳的时阵呐，变红色的红天，咱就感受到讲，哦，可能要变歹天啊，有无？咱有一寡咧看气象的时阵，用老辈甲咱讲，天气咧变化的时阵，若有看，你就知影讲风台要来，还是讲啥物种的情景。伫这个所在是耶稣也未出世进前700年，上帝的圣神和以赛亚留一句话，伊讲要有一个在色女怀孕。而且伊生囝，甲伊号名叫做以马内利。兄弟姊妹，人较会通知影将来的代志，咱无可能知将来，因为咱是活伫今仔日。但是通过圣神的帮助，咱知影将来的愿望。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第一，今仔日我要甲咱分享3个圣诞节的祈祷。第一，主啊，互我以马内利的人生。主啊，我无爱干那听牧师的讲道；主啊，我无爱干那灵修读圣经；主啊，我望我所听到的讲道，我所读的圣经，每一句拢真做一个有活泼的气力伫我的生命中间。今仔圣经最大的英文以马内利，就是上帝要甲你同在。兄弟姊妹，无论好气好重，无论到天边海角，无论咱是伫一极其重大的事。主耶稣讲，我要甲你同在。你的担是我的担是轻，我的担是快。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来领受一种的好消息。天使甲各样的讲，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兄弟姊妹，伫祈祷的中间，你会使问上帝讲：主啊，你伫我的一生中间有甚物计划？主啊，你伫我的一生中间你有甚物计划？主啊，你要予我甚物种的祝福？好消息的意思就是上帝讲好的话，讲福气的话，讲祝福的话。伊讲要予百姓拢有份。咱甲上帝讲，主啊，我有份嘛？牧师咧甲咱分享讲，伊的原文即个百姓即个字就是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所以兄弟姊妹，即个上帝要为你
嘛为你的囡仔、为你的家庭来想事备办因的将来。而且以貌来理有另外一个意思，更较深的意思就是亲密的关系。以貌来理就是一个真亲密，是一个真有主爱。主耶稣甲咱三甲伫地。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甲早经的信息同款，兄弟姊妹，咱爱认真甲上帝结连，因为咱离开上帝愈远，咱感受到上帝的能力就愈弱。就亲像咱若伸手，等一个不妨你礼拜了后，你来伸手试看卖，用祈祷的心，伫蜡条的边啊，你会通感受到这支蜡条，伊毋是敢若光尔，有一种的热量。兄弟姊妹，咱甲上帝的距离决断着咱的快乐的多甲少。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咱甲主讲，主啊，互我甲你更较亲近。伫今仔日的礼拜，牧师为阮所读的圣经，牧师所分享甲邀请的信息，主我愿意。主我愿我一生会通真做一个经历你的人生，毋是敢若听讲道的人生。我一生是一个经历着上帝你圣经内底所讲应允的话。主啊，互每一条诗歌，互每一条的圣经，互每一个应允，拢临到伫咱中间。兄弟姊妹，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这种的经历会改变咱。一个真正看到上帝的人，伊对家己的人生就毋敢随便，因为伊看到上帝的荣耀。伊看到上帝的圣洁，伊看到上帝伊的尊严，咱对咱的人生就产生搁另外一种更较积极的保守、疼惜。咱对咱的人生，咱会保守咱的时间，会照顾咱的身躯，毋敢随便用咱的身躯去做垃圾的代志。主帮助咱伫今仔日的礼拜，甲上帝相拄，伫圣神的帮助中间，咱要通过各种的情景来看到上帝。因为耶稣讲一个譬如，当上帝临到人的时候，人无一定知影。你讲牧师，迄个故事写伫啥物所在？有一个故事咧讲，有一个天国的国王学了伊的萝卜，讲好个真正的萝卜，我咬喙但是你互我食，你互我穿。恁会记迄个故事无？一个萝卜甲伊的主人讲啥物？主啊，我什么时阵看到你咬，互你食？我什么时阵看到你喙焦，互你啉？我什么时阵看到你惊寒，互你衫穿咧？伊讲：你若做伫一个智慧世的人，兄弟姊妹，这个故事的意思就是：咱虽然看袂到这个上帝，但这个上帝其实常常甲咱做伙。原来伫今仔日的礼拜，圣神帮助咱，互咱会当有新的经历、新的态度。对经历到上帝了后，咱甲上帝讲：主，我要认真过我的一生。拄则牧师甲咱讲，圣经的故事不是可遇不可求。主啊，圣经的故事遐难得，4000年才发生这个故事，每一个故事拢是宝贝。对圣经具有甲信仰，所有人甲上帝的故事，拢是咧讲起经历到上帝的人。第一个人叫做亚伯拉罕，对亚伯拉罕，上帝甲伊改名，因为经历到上帝了，伊的生命的反转。上帝讲：我要互你的囝儿孙，亲像天顶的星、海边的沙。这个人经历到上帝了，伊离开故乡，到伫他乡，脚骹伫今仔日的加沙走廊，就是伊咧说咧的这个迦南地。所以，兄弟姊妹，圣经的故事会通成做咱的故事，爱认真，要当真，把圣经的话当作是真的，因为上帝是信实的。伊无讲凊彩话，咱的主耶稣嘛讲，我是葡萄树，其实这个葡萄树应该改做我是上帝，恁若离开我，恁就袂当做什么。耶稣用葡萄树甲葡萄枝来譬喻，就是上帝甲伊所创造，上帝甲上帝的囝子，恁若离开我，恁就袂当做什么。兄弟姊妹，愿咱第一知影讲，你毋是为着来看牧师。你毋是为着来凑人数，你是为着你心内较无会当伫人生的中间看到这个尊贵宇宙的上帝。愿上帝将这种的觉醒智慧放伫恁的生命，愿天父上帝帮助兄弟姊妹要当真，因为咱的上帝
伊讲求就互咱，找就拄着。愿咱伫每一个礼拜，咱的生命拢得到祝福。每一个礼拜拢一个小小的礼物，直到有一日，咱到年老的时阵，咱的厝边亲人朋友讲，这个人是富足的人，是大富大贵。愿天父上帝帮咱，互咱的一生伫伊的面前。耶稣来到这个世间，带互咱啥？兄弟姊妹，我常常感慨，教会毋是圣诞老公公，所以来教会毋是干那为着买一份的圣诞礼物，恁同意吗？毋通甲教会当做一个福利机构，人来就会当得到 coupon， 会当得到彩券，会当得到礼物。耶稣比这个更较宝贝。所以兄弟姊妹，耶稣所予咱是食袂了、用袂了，是一个真的，是永远的。所以主耶稣讲：你若知影我是甚么人，你就要求我。我要赏赐我的活命的水泉，互你。你啉了后，你的生命就无搁再枵甲喙焦。因为我所赏赐你的活命，要亲像一口活水，是自然而然，没有碰触，没有莫大，伊是直接上帝所赏赐的一个活命的江河。求天父上帝帮助咱。你安怎咧甲你的囡仔讲你的人生呢？所听的姊妹，愿上帝祝福咱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咱听好，上帝要互咱每一个人，拢有咱家己的圣诞故事。你相信吗？咱的主耶稣要来到你的生命中，黄子杰要来甲咱再见，因为伊要得去纽约。伊是上帝赏赐我一个真好的鼓励的姊妹。伊讲，当伊80岁，是上帝予伊一间教会伫纽约布鲁克林的一个教会。伊伫迄个所在，上帝反转伊的生命。其实伊失去伊的丈夫的时，是一个感觉真孤单的时刻。但是上帝用一间教会，予伊得到陪伴。伊伫80岁的时阵，伊想到上帝，伊讲：上帝，我80岁啊！我以后当做什么？上帝予伊一个圣经的故事，就是摩西真正为主举拐仔，是80岁开始。80岁之前，伊有举拐仔，但是上帝伫伊80岁的时阵改变伊的手中迄个拐仔，予伊开始进入埃及，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所以当伊离开埃及的时阵，伊后来伊的回忆录写伫摩西的5经，就是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申命记。圣经的头5本就是摩西的回忆录。伫迄个中间，伊讲上帝伫西奈山的顶悬甲我讲，手举拐仔落山去。伊讲原本迄个各样的拐仔，后来变做上帝的拐仔。黄子杰甲阮分享讲，伫80岁时问上帝讲会当做什么？上帝讲摩西80岁，所以黄子杰伫80岁时，无甲家己当作是一个年老的人，伊反倒当更较积极活伊每一天。咱真欢喜，上帝足奇妙，伫遐灵魂的所在，完全甲咱无熟悉。忽然有一日，2年多前吧，有一通电话敲入来，迄个时阵黄子杰有一寡紧张的声。因为敲这个长途电话，佮甲一个陌生的牧师咧讲话，迄是阮头一摆伫上帝奇妙的作为中间3联络。后来上帝阮不断真侪祈祷的同伴互相鼓励，这是圣诞节的故事。兄弟，愿天父上帝伫你的人生中间，嘛，互你有圣诞节好的故事。方梅姐，你有一个好朋友，是新的朋友黄子杰，邀请你来这堂教会。咱的人生小熟悉都不会是偶然。台湾人真容易用一句话，我嘛常常用，叫做有缘分。但是这就是圣经咧讲福气、福分。伫这个所在讲，我要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兄弟姊妹，静静听，恭敬听，安静听，听好准备听。上帝要将你生命中间大欢喜的好消息，甲你讲。这个主耶稣毋捌出现伫我的面前，但是后来我知影，我的主耶稣其实伊捌伫我的人生中间足肯定甲我讲，
当我伫大学咧找我人生头前的路时，伫即个西雅湾的山坪顶悬，阮伫遐看夜景。伊伫夜景的中间，捌对我讲过话，就亲像圣经讲的话。迄个话，互我有思考。虽然毋是耶稣甲我讲你落山去，就亲像摩西安尼，但是主耶稣真正会甲人讲话。所以兄弟姊妹，愿咱将咱的一生交互这个主耶稣。耶稣要对你讲话，毋是干那通过教会查经。耶稣要亲自伫你个人内心，无论是吐气，无论是渴慕，无论是敬虔，这个主耶稣要听你的祈祷。愿天父上帝甲你相合伫地。这个大欢喜的好消息，其实就是幸福。因为伫圣经中间讲，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兄弟姊妹，这句话背起来。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伊讲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天国大丰富甲全。如果上帝将整个国度拢赏赐你，你敢摕了？愿咱伫主的面前，伊咧讲有福气的人，这个字，圣经叫做 Makarios， 希腊语伫圣经中间讲有福气的人。这个字伫希腊的语言的中间，伊最重要的是一种从天上来的幸福，对天顶来的祝福。兄弟姊妹，常常举目望天，毋通看涂骹自卑，头壳咧咧失志。咱来常常仰望，用仰望的心看头前。愿天父上帝帮咱，互咱伫主的面前。这就是马太福音第5章第3节，伊讲心内颂享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我要鼓励兄弟姊妹，爱摒扫咱的心。你的心有偌宽，你就领受偌济。兄弟姊妹，你敢听这句话？你对上帝的心若是足计较，无愿意让上帝有空间，你所有当领受上帝的国，就是一点点啊。但是上帝讲心内颂享的意思，就是摒空，将来家己内面的这个心思意念最自我最中心的迄个思想，甲伊扫除。咱的心愈宽，咱得到就愈济。愿今仔这个圣经每一句话，拢互恁有吸引、有欢喜。对上帝讲，主啊，我心内颂享。兄弟姊妹，心内颂享有两种的意思。你感觉什么是穷人、贫穷的人？像这你感觉的。但一般来讲，你讲颂扬人是咧讲起遐个人是物质上较欠缺，无通食、无通穿、无通用、无通住，这种的物质上的欠缺。但是，佫有另外两种的欠缺是愈重要。但是咱常常忽略，第一，就是无仰望的人，对吧？第二种就叫做魂啦，吼，灵魂的魂的颂享，魂的颂享就是一个无人听、无仰望、无信心、有自卑感，伊的魂就是伊的情绪，无快乐、无平安、无健康，这叫做魂的颂享。或者你敢是这种人？佮另外一种叫做灵的颂享。灵的颂享就是无有上帝的良善，无有上帝的义点伫你的内底，所以人就无三听的心，人就无过圣洁的生活的迄种的警醒。所以有一种叫做物质的颂享，一种叫做魂的颂享，一种叫做灵的颂享。耶稣讲：你若得到全世界，但是丧失性命，有什么利益呢？咱若有肉体物质的丰富，但是无魂。就是情绪的平安甲喜乐。今仔日讲我报恁一个大欢喜的好消息，伫第二章平安归伫上帝所听的人。兄弟姊妹，将这句话放伫你的内面，你欢手祈祷讲：主啊，我知你听我，所以我是你所听的人。主啊，将平安喜乐放伫我的生命中间。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这段圣经甲咱讲：主啊，我无爱阁做一个颂扬的人。兄弟姊妹。你独独你家己知影，你有几两重，嘛独独你知影，你即摆所得到的是什么？是毋是真正你一生中间所渴慕、你感觉肯定的？所以人一生是7十，勇壮通到80，其中所夸口的，
你会记述牧师解说这句话，互恁听。所夸口这个字是啥物意思吗？你还会记得这节的圣经的解说吗？人一生是70永存到80，其中所夸口的原文的意思就是讲，所确定就是讲，我有把握吗？我即摆伫我的手中的这物件，真正是确信是宝贝有价值的吗？夸口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兄弟姊妹，对信仰的人生，爱有肯定，有认捌，有确信。佫有一种的信仰叫做无圣性的同在。无圣性的同在的人，就是无智慧。恁捌拄到这种无智慧的人无？伊毋知好歹，伊毋知价值，伊毋知衰败。智慧是上帝所赏赐的。以赛亚11章第20讲，上帝的灵若踮伫伊的内面，这个人就有6种的改变：第一，有智慧；第二，有聪明；第三，有策略；第四，有能力；第五，有知识、知识。人要拥有这5种的灵：智慧的灵、聪明的灵、策略的灵、能力的灵、知识的灵，最后敬畏耶和华的灵。兄弟姊妹，这句圣经节极其宝贝。今仔日有一种人，其实家己无知、愚蠢、无智慧。所以兄弟姊妹，咱信耶稣了，咱无一定会大好业，因为有当时骄傲的人，上帝若互伊上济的物质，伊会犯罪，奢华宴乐，亲像浪子。咱无预备好，上帝未将迄个天国的遐个物件互咱。当咱准备好时阵，自然而然，当咱未因为富足来绊倒骄傲的事，上帝就敢将这个所有要互咱管理的交伫咱的手中。所以兄弟姊妹，愿今年的圣诞节是一个祈祷的节期。所以兄弟姊妹，为着你的人生伫上帝面前祈祷讲：主啊，我要领受天国的临到，愿你的国临到伫我的心内，亲像伫天顶。主甲咱的祈祷，愿你的国临到伫地面，亲像伫天顶。主，你的国临到伫我的思想，伫我的感情，伫我的欲望。主，你的临到，真做我会幸福。愿天父上帝甲咱三合伫地，因为今仔圣经讲，上帝要甲咱三合伫地，这是一个欢喜的代志，死而无憾。主啊，今仔日我看到救恩，主啊，今仔日听到救恩，主啊，互我一生的每一日，拢是享受甲上帝你亲近的满足。主帮助咱，最后一项我拄则来甲咱做一个结论。拄则牧师问恁讲，啥物人是颂扬人？颂扬有一种的颂扬叫做甘愿为着福音过颂扬的生活。你捌听过牧师甲恁讲这句话无？咱的主耶稣就是一个欢喜将伊丰盛的活命，互这个世间人，然后伊摒空所有，以稳定的杯来养起所有的人，为福音而贫穷，这是一种神圣的决定。伫咱也无能力进前，咱毋免一定勉强安尼，因为这种的勉强是出于欢喜，毋是勉强。当一个人有主上帝听到满足满出来时，伊无满出来，就永远无法度。因为上帝予伊的是一个超出所求所想。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会记得，咱爱知影讲物质的颂享毋是上大的颂享。第二，灵魂的颂享才是真正的可怜。一个人魂若无健康，袂快乐，因为情绪乱糟糟，会有自卑感，会有孤单。人要安怎伫魂甲灵的顶端来得到帮助？兄弟姊妹，魂颂享其实这个字就是代表欠缺。圣经讲，如今长存，现今所存的有信心、有仰望、有真爱。咱的生命需要信心、仰望甲真爱。愿主帮助。嗰个灵的颂享是啥物？一个人若世俗化，就离开上帝。上帝讲，我的灵就无搁再踮伫伊的内底。对创世纪就开始安尼讲。
一个人伊若离开上帝，伊的灵伊若属黑去，上帝的灵就会离开。这就是欠缺上帝的义，伊就会失落智慧、聪明、策略、能力、知识。愿天父上帝伫咱敬虔的礼拜中间，所听的姊妹，愿上帝将所有预备好要互你的能力、智慧，通过今仔日的圣诞节，一项一项来互咱腾空自己的灵魂。兄弟姊妹，你愿意吗？将骄傲、将自尊，今仔日21世纪最大的危机，其实就是人本主义。因为人用家己最中心，超过所有一切。人若用家己最中心，上帝无搁再有空间，将伊的国度放伫咱的内底。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你用祈祷腾出你心灵的空间，包括忧伤，包括责备。主啊，我将这拢交伫你，求主你帮助我伫今仔日的礼拜。主，我摒开我所有的用家己做中心的想法。主，求你用你的角度想述给我。有福气的人，牧师拄则已经甲咱解说，其实咱的教会常常咧解说这个字，伫八福8种的福气，8种的态度，迄个字叫做 Macarius， 是只有天上有，是来自于天上。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亲爱的姊妹。求就互咱，找就拄着。愿咱伫今仔日的礼拜，咱欢庆、欢欢喜喜来过圣诞节，也愿上帝伫圣诞节进入恁的生命中间，搁一摆将伊天国的祝福充满伫你的生命中间，互你的囝儿孙讲：我的爸爸妈妈，我的阿公阿嬷，实在是有福气。愿做伊的后代子孙，其实就是因为上帝听义人。上帝听阮的信仰的前辈，上帝将要互因的祝福嘛互阮，咱同心来祈祷。至圣的上帝，阮未堪得，伫阮抑阁伫人生中间咧流浪憔悴幸福的道理的事，你已经将主耶稣为阮来有备。阮伫你的面前带着确信，阮相信这个主耶稣是阮一生的帮助，是以马内利的上帝。阮伫你的面前当心做礼拜的时阵，主求你互阮，无一个人空空离开礼拜堂，无一个人空空离开你的圣殿，拢带着祝福，到伫你所要带阮去的所在，伫迄个所在，互人因为阮也来受祝福。所以，伫你面前，安尼恳求祈祷，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
三甲内面圣诗274首，求主施大恩，请起立全首。请坐，准备奉献。
请坐。平安礼，请张牧师。亲爱的姊妹，咱今日真欢喜，有3位第一摆来甲咱做伙做礼拜的姊妹，咱伫即个所在伫主的内底来欢迎伊。第一个就是沈芳梅姐妹吼，伊对乐国来，咱欢迎伊，甲咱做伙。叶先生感觉还没有，不是。后面真欢喜你来哈，谢谢，请坐，嘿，欢迎。这个方梅姐的先生是一个退休的警官，因做伙住伫这个乐国，通过方子姐的介绍，甲伊相招，大家虽然讲以前无足熟，但是上帝听，互咱今仔做伙做礼拜，欢迎这个。方梅姐，第2位是对报道来，咱欢迎谢慧珍姐妹，咱就欢迎谢慧珍姐妹，真欢迎你来，真欢迎你来。搁第3位是这个詹涵玲姐妹，对志林来，咱真欢迎伊，愿天父上帝祝福，恁伫咱。组内就是一个大家庭安尼吼，各位兄弟，你敢袂当自我介绍一下？你是杨兄弟吼，核心和平教会真欢迎你吼，真欢迎你来。我哥哥对高雄来吼，我3兄咱真欢迎你。搁有头前的方子姐伊大概月中就要倒去美国啊，月中就要去倒去美国，即回倒来台湾较长的时间，差不多半年的时间咱真欢迎伊，甲咱做伙做礼拜。敢搁有我介绍无着？咱伫要行平安礼进前，我要甲咱报告2项代志。第一，请咱继续为正宗甲丽云祈祷上帝将因最大的心爱的宝贝给带到去天堂，上帝要帮助因将来将他们的爱能够分享给更多的年轻人，咱就因今仔来做礼拜嘛，要甲咱说道谢，正宗甲丽云伫咱中间，咱继续为因祈祷。搁有就是迎聪坐伫倒。迎聪他倒入坐伫遐迎聪妈妈过身伫一个咧做告别式迄日咱迄个你正宗上因的迄个新德告别式迄天，迎聪的妈妈也是离开世，伫拜六搁来即个拜六要举行告别式，就无等来报告，咱来当去的人甲牧师讲一下，咱来当做伙去参加迎聪的妈妈的告别式伫台中。咱做伙用这条诗歌来互相安慰，愿主耶稣帮助失去亲人的家庭，愿主耶稣的疼充满伫第一摆来伊教会圣殿的囝儿查某囝，来用这条诗歌互相请安。耶稣听你，耶稣。你生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听你，叫咱脱离黑暗的关系。关系带咱进入光明的国度。所听你会求你，耶稣永远听你。咱当心祈祷，就当人失去因的亲人，因经这条诗歌的诗，主耶稣你用你长宽关心的疼，互人无搁再相隔你。是生是死，
拢袂通过当。主耶稣，你的疼踮伫阮的中间，安慰正宗丽云，想使因对你来的疼，成做因行天路的开力。主帮咱勇闯赢得正向，互因为着妈妈的告别式来做准备。主求你帮咱失去亲人的所有的每一个家庭，互因得到主你的疼的怜悯甲扶持。主耶稣，当阮吟耶稣听你的事。阮伫网络顶悬甲伫逐所在，甲阮做伙敬拜的兄弟姊妹来讲平安。主耶稣，愿你的疼进入伫每一个有需要的人的生命中间，就亲像圣诞节迄个天使的光，甲天使的信息，互伫野地旷野会讲样的，听见大欢喜的好消息。主求你帮助阮的教会年长的许多人，互因伫即个季节变换的时。有平安甲健康的身躯，主保守因，互年岁那加天，健康平安也有缘长长足足。所以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甲阮三下对地。当阮用祈祷的心，为着阮的亲人祈祷的时，愿你照顾，特别是照顾阮教会出外的青年。当因伫学校、伫社会，主因无孤单，因主你的疼要真侪因最大的帮助。阮伫你面前安尼祈祷，我甲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下面咱来为着生日的人祈祷，来请即礼拜生日的人来头前，咱来做伙祈祷吼。咱做伙来祈祷。至圣的天父上帝，阮为着即礼拜生日的所有的兄弟姊妹，徛伫你的圣殿内，向你祈祷，恳求天父上帝，你用稳定的油抹伫因的头壳，使互因的生命的杯是甘甜佮充足的杯。所以伫你的面前恳求你，保守伫今仔日伫日本的绿雪场落。以及伫出外、伫北部、伫逐所在，阮的当时的兄弟姊妹，主伫因生日的时，愿主你用你稳定的油来祝福因。主，你是阮稳定的泉源，阮伫你面前恭敬，将因交伫你的圣手。主伫过来一年365日每一天，主你换手伫因的顶面，用你的圣手来引带，互因所行过的路径都有上帝你稳定的记号。也求天父上帝赏赐圣神，互因有智慧，真做一个上帝你好的管家管理家己的时间、情绪甲家庭工作。所以将因交伫你的手，愿主你互因算下家己的年日，通真做上帝你所欢喜的路卜。愿伫你的面前同心祈祷，我给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生日快乐，生日快乐！咱牧师要祷告吼。等一下吼，爱餐了，咱要来布置迄个圣诞节的布置，来当留来参加吼，请咱留来参加。第二项，咱要请青少期的父母吼，爱注意吼，咱的青少期的查经班为12月开始恢复，所以咱伫个9点半吼，甲9点半就是敬拜赞美时间同时。咱的青少期的圣经班吼，9点半，因为咱的青少期拢爱靠父母在啦吼，所以请咱的父母互因会当准时来参加吼。青少期的查经班9点30，啊，搁伫12月，咱有足侪因要练习迄个圣诞节节目的时间嘛，请各位父母吼较辛苦咧。过来吼，一项真重要的，就是咱今年圣诞节吼，伫拜六。就是23号晚上有一个迄个圣诞剧吼，最后迄出要完成。咱有圣诞剧的三部曲，第一部曲吼，等待圣诞节；第二部曲吼，出乎意料的圣诞节。咱第三个吼，
就是完结篇吼，叫做神是信实美好的圣诞节吼。啊，犹原共款，伫23日暗的迄个暗时7点半吼，麻烦恁邀请吼恁的亲朋好友一起来参加。啊，这个圣诞剧完了以后，我们有一个竹塘夜市吼，竹塘夜市啊，这爱咱的恁若要邀请人来参加吼，麻烦恁爱登记吼，爱讲差不多爱到底偌济人要来吼，咱要准备遐个料吼。还佫有一项就是隔天圣诞赞美礼拜，啊，咱了的圣诞爱餐吼，咱嘛要特别准备。啊，咱嘛爱备料吼，所以真欢迎恁邀请较侪人来参加。啊，咱嘛会当备很多很好的料吼，来招待咱大家朋友。啊，这个报名吼，参加圣诞节这个报名，到原则上咱到12月17号啦，吼，12月17号，安尼落，互咱这姊妹会当有一礼拜较良尚的时间来准备，请咱会记咧吼，欢迎恁邀请侪人来参加。啊，佫有就是咱外口有一寡物件吼，是喜乐保育院要甲咱分享的，咱等者啦出去会当一人吼提一袋回去啦吼，提一袋回去。啊，恁若讲啊，恁的厝边隔壁有一寡较需要。你嘛会当甲美元留我甲伊讲者吼。好，报告以上。这聚会咱家己看，本周的聚会，主日礼拜早起9点半伫礼拜堂，祈祷会。暗时8点伫礼拜堂，青少课礼拜日下晡7点伫教育馆，查经班拜六暗时9点半，7点半伫线上。岘港的服侍下周的聚会，请陈英宏总长老、领事郭玉玲姐妹、司琴刘一鸣兄弟、书宪交代。钟鸿仁甲冯坚执事，爱餐张真燕姊妹，新安宫读经表咱照安尼家己灵修，集体交通。本主日是今年大港节，互咱用祈祷的心欢庆，恳求会甲耶稣有一个美好的相遇。愿救主耶稣搁带领咱的性命中间。12月17有洗礼甲圣餐，洗礼名单有刘义民、刘义成、陈志宪、陈云熙、刘以乐、刘以义、刘以荣、沈千义。咱教会洪正雄、英昌、英德兄弟的妈妈伫11月30日蒙主温调，享年71岁。咱12月19早起8点，伫台中殡仪馆举行告别礼拜，请兄姐为丧家代祷，求主安慰。若要参加告别式的人，伫12月初9早起6点40分，伫教会出发。第四，圣甲地演出时间，12月23暗7点30分。总排练第一届伫12月17主日爱餐后，第二摆伫12月23下晡2点半，请大家注意时间，配合出席。第五，12月22拜五暗时社区报佳音，请兄弟姊妹踊跃参加。这是咱对社区举行行走祷告，为社区祝福祈祷，
恳求耶稣降生的欢喜，充满伫咱的社区的兄弟姊妹。咱也为以下生日的兄弟祈祷。奉献报告，咱家己看，若有出入则按过价来反映。大岛事项为台湾甲世界度过武汉肺炎感染期祈祷。第二，为身体欠安的洪玉基、庄严、展达、庄仁聚、黄宏仁以及教会所有的长辈健康平安大岛。第三，为教会青少年心灵甲课业祈祷。第四，为适婚的青年婚姻大岛。第五，为姊妹教会大岛富林、集德克达亚。以上三甲来吟上行513首。愿主祝福保护你，愿上帝的阳光遍照你，也用慈悲款待你。愿耶和华常常看顾你，守主平安。请起立吟全首。愿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圣神的感动，相通扶持，甲恁众人三甲伫地，对即时到永远无尽。阿门。请坐，别得避讳。